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国情你唔免讲，我就知伊的名甲你共一个国国啊，对，北部电台边主持人主持下晡时啊。结果我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伊安尼由头到面讲，近来听众愈来愈少，无啥人咧 call in。国情赶紧自我推荐，讲我观众朋友满天下，我来甲你举办听众见面会，绝对现场吵。结果伊甲我引翻头，伊讲国情啊，一句历起来话捌听过无？讲我在红菇烧火油，我就安尼读个绕的。历起来话我知啊，顶句接的句话啊，红菇烧火油啥意思？迄红菇吼，阿公兄就甲我解说啊，红菇本来就红的，就真水啊。顶头若搁甲烧火油，火油你知啦吼？我知啊，有人咧讲点灯的灯油或者火油，嘛有人咧讲土豆油，讲或者火油对。咱来甲烧火油、烧土豆油，安尼烧落去，安尼就水啊！国情啊，红菇烧火油，你水面哦。我原来顶句要互你接的句，接水面，你加口水就对啊啦。讲意思讲，我咧碰风就对啊。我自我咧甲引翻头，我讲阿公兄，我若真正来甲你举办观众的见面会，人马正，12月菜汤，我哪会晓讲顶句接的句，我哪会晓讲入起来话啦。啊，10月菜汤啥意思？吼，阿公兄听无阁会大志咧吼。12月菜汤，当然就是冬天，放伫咧桌仔顶。你安尼吼，过无偌久，莫去咳，莫去甲咬，因阿咪就坚冻啊，叫做稳冻的啦。哦，顶句接的句要互你接稳冻。我若真正甲你举办观众的见面会，你绝对轰动稳当有的啦。听到安尼尔，阿公兄搁加因翻头，讲国情啊，你哦真正啦安尼继续转落去啦，迄天你会闹气哦，无半个人来，你的目屎会亲像鸭卵串签哦。啥做鸭卵串签？这原来是咧起来话笑，阿公兄，无毋对，你莫听人讲笑，迄青鸭卵无煮无杀，摕起来烤破。都散去啊，对，啊散去鸭卵要安怎串签？你的目屎就会亲像鸭卵串签插滴啦。哦，当然好朋友，我今用这个小故事是要甲你探讨讲历起来话，敢若用食食当头壳说出来几落条，毋是讲国情来臭屁。我将来捌一摆出去人品讲，我的观众朋友偌济拄偌济。你看节目，我真诚意甲你感谢嘛，拜托你继续甲阮看教，咱将台湾的艺术宣传出去啦。